迄是做听查天花，应该有人伫网络讨论啦吼。伊讲是已经状况歹啊！你吼，国家吼查天花都。恁来注意哦，迄有是叫做听查天花，应该有人伫网络讨论啦吼。伊讲是听查天花道，听查天花道。我甲你讲，这足简单，会当做一句话抓出来。当然名啦。因为你查摕来赢这迄个吼，听查天花道无关联啦，是讲查听有无吼？咱用手有啊，咱讲三听吼，从迄安尼一大把安规堆啊听来吼，迄个是做听哦对，你讲这是听吼，我即马就想着吼，较早装较。迄个啥，什么时阵会讲做兄？我讲互恁听，反正有人还佫会记哩哦。来，这个水啊吼，我较早挂油啊，挂油啊，挂油啊吼，迄个较早我看吼，我你加上加你看，佫是较大，一个大吼，爱那旋着吼，爱咧啥呢？迄个咱讲迄个油啊吼，甲迄机枪顶管，迄机枪顶管想要记着哦，就安尼，从迄个啥，切叶落来嘛吼，就是讲大人油啊挂好了，就会安怎呢？伊伫原本挂的所在，挂着吼，伊个差不多吼，一兄，迄当阵嘛做兄，一兄吼，放咧迄个就是茶店馆头骹，阮做囡仔吼，做囡仔较细汉，还佫袂晓挂，大人讲你莫挂，你去迄落吼，从迄油啊兄来吼。听迄个机枪遐吼，互人用机枪迄个啥，切了拍了，安就好啊。所以迄个做兄吼，所以咱的台语应该听查天花道，毋是听查天花道吼。这个意思个啥？就是讲做报新旧共款的意思。听无一定爱抽飘啦，就是简单讲，整把报过来，迄个台语做听。我较早嘛听说，迄就啥呢？迄个衫时啊，装较一个有无？迄个收规堆，阮阿嬷讲衫迄落放床底记吼，个整把报过来，迄个做听，无一定讲爱抽飘啦。我先讲吼。迄个小高音，迄个袂使，迄无小高音，毋是海啸啦，小高音是突然，我海，阮所有分交遐吼，起个小高音，小高音无迄个海啸，讲我等下一个讲听吼。迄个，我怎么讲内底小高音是袂使讲做海啸，因为原无共的，迄查询吼。好，你要讲海中就是海水涨起来哦。所以讲的海中是涨潮哦。来讲海是迄个大海啸。讲8.7迄个吼，反正海啸，你若要记哦，你会当讲吼，顺。咱买加强版的想要更详细，咱来甲食。我先讲吼，迄个小高音，迄个袂使，迄无小高音，毋是海啸啦，小高音是突然。
因为你查摕来赢，即迄个吼，兄查甲天火都无关联啦，是讲甲查甲兄落来有无吼？咱用手有无？咱讲三个兄落来吼，从迄吼安尼一大把有无？安规堆啊甲兄来吼，迄个是毋好做兄？哦，对，你讲到即字兄吼，我即摆我着想着吼，较早装较迄个啥，什么时阵定会讲做兄？我讲互恁听，反正有人还佫会记哩哦。来，即个就水啊吼！我较早挂球啊吼，挂球啊，挂球啊吼，迄个较早用家己砍吼，阮咧上早期家己砍，佫是用骹打，骹一个打吼，爱安尼甩叫吼，迄个啥呢？迄个咱讲迄个球啊吼，甲摕家己砍顶悬吼，你家己砍顶悬想要一起着无？伊就安尼将迄个啥切叶袂甲摔落来嘛吼。就是讲大人吼，球啊挂好了后，伊就会安怎呢？吼，伊伫原本挂诶所在吼，挂来着吼，伊个差不多吼，一兄一兄吼，迄当阵诶单位嘛，拄好做兄，一兄一兄吼，放喺啥？放喺迄个吼，就是田顶悬放土骹。阮做囡仔诶吼，做囡仔较细汉有诶，还佫袂晓挂，但大人就讲吼，你莫挂，你去迄落吼，从迄个球啊吼，兄来吼。兄去迄个家己桶边啊遐吼，互人用家己桶去甲迄个啥切叶甲拍落吧，安尼就好啊。所以迄个叫做兄啦吼。所以咱的台语即句应该是兄查天火道，毋是兄查天火道吼。这个意思就是个啥？就是讲做迄个啥抱薪救火共款的意思。兄无一定爱放伫个手蹺啦，就是简单讲就是。整把整个抱过来，迄个台语就做兄。阮较早定嘛去兄着说，迄落啥呢？迄个亲像衫吼，有当时啊，装骹一个白济有无吼？迄个吼，当咧收规堆吼，阮阿嬷讲咧衫吼，兄迄落吼，兄放床仔底吼，挤诶吼，就是整把抱过来，迄落做兄。无一定讲爱放伫手蹺啦。好。上尾佫讲一个做托叶，托叶迄个叶就是植物的嫩芽。一点肉类啊，掺在一起甜螺，肉类是蜗牛哈，它们不是在移动的时候，不是哈，迄个会伸出那个触角吗？有讲较早去捡田螺，看田螺伫水底吼，安尼扫过有船诶。伫水底嘛顺哦，田螺会把触角伸出来吼，其实看着嘛足古锥哦。田螺把触角伸出来，咱台语叫做吼田螺吐影哦，这个爱甲捡起来用吼，因为讲实在可能较少人会晓讲吼。若是共款哦，蜗牛把触角伸出来做吼落螺吐影，所以你啊看，迄时啊要讲做迄触角，伊触角哦。像不像植物长出的嫩芽这样冒出来，有无吼？所以讲，迄也要讲土伊是足熬咧，咱讲正经。所以台语爱小个，爱研究，睡眠足侪啦。金沙精致心意凝聚此刻。比较看这两鸟，暗光时阵常常出现，所以夜鹭就是叫做暗光鸟。32这只叫做山暗光。咱来比较看这两只鸟吼，伊的外形真正是差不多共吼。而且呢，咱讲的31这只暗光鸟吼，伊伫夜成鸟的时阵，就是伫鸟豚仔的时阵吼，伊的毛草色水甲迄个血管马路差不多是有个共色，所以有当时啊，互人看下个分袂清吼。
啊，因为血管马路吼，较接伫个较接伫个迄个山边特别是山边迄个有水田的迄个所在定定出现即款血管马路，所以才会有山即字，叫做山暗公。啊，即款鸟啊即马有个所在伫个大车路边通看会着。伊讲老师，你有讲毋对无？即大车路边当看，真正有迄个以阮遮来讲，像阮遮附近诶台北大学台北大学内底足济只诶。啊，有当时甚至伫个阮这大路边大车路边有树仔所在伊就从伫迄个啥车路边底安尼底安尼动一个安尼慢慢扫啊。因为伊行路迄个形动一个啊，了啥呢？身体真古锥啦啊！所以因咧爱耍鸟诶人伊有一个足趣味诶迄个华语，甲号做呆鸟讲甲号做呆鸟就是即款诶血管马路山暗公。好，总共一句31、32，这个爱分得清楚夜路是暗公叫，啊若血管马路是山暗公。也若是猫头鹰，咱就讲猫头叫后来继续来看。后来，即摆要来讲困加罪到底打2字我诶看法当然是有根据袂讲我个人讲看迄就是安尼是台湾语典咱迄个连行写诶迄个啥呢咱知影有写记录咱台湾有一本足重要台湾通史台湾通史。啊，但是人伊还佫有写一本记录台湾语言诶就是咱台语诶，或者台湾语典，内底就将加罪写甲解说甲足清楚。即加罪应该是迄个啥呢？家啦，就是迄个山家的家，山骹火车头迄个家遮即个有才有一个困加罪有无啥叫加罪？就是达到最佳的最佳的迄个睡眠状态，就是睡得很舒服，睡得很熟。所以较早老一辈你看因讲加罪即2个音拢是文读音，而且拢是即个啥古汉语的迄个即个音啊，来遮足重要一部分就是咱即个语言不管是台语也是华语甚至是即个客语，就是咱的客家语即个地头源头拢是古汉语这是一个伊发展的过程啊，就是讲啥叫做困加罪，就是遮写讲的迄加罪加是足好的意思所以加罪就是睡得很好那个家就是睡得很好所以这个若是我要写困加罪我就照安尼写这个就是用家人的家这个好，这个小概这个困加罪啊，我的根据是台湾语典内底都拢有记载甲足详细应该是即2个加罪啊。第2个就是要甲大家补，有一个迄个叫做啥拄遮有家掠好读册，细姑嘛细节家掠读册甲迄个细姑嘛细节当然是无关系，但是你爱看伊是捡迄个迄个啥节，即个文曲甲足好势啊。咱要讲是家掠是啥来，咱定定听到真侪即款看是甘草也是竹落去编织落去编的即个农家使用的器物啊，伊若是即款。